家嘞，我不那个，哎呀，你在卡布那卡布的家大了嘞，就讲啊，要去下个地考搞了第二场，那个也到考路卡开的嘞，拿了搞了他那次也嘛个是他个还下的爬家大嘞，的可惜了的有嘞，我老去的嘛个是了是乌啥就那个我们去。不马拉高有俺们我们可能讲法没嘞讲法那是个讲嘞没嘞讲法讲嘞，俺们高开哈嘞不考的嘞，呀就是呀得爬下来准备才有嘞，不加，该我去的考国家嘞，俺们那次我们的爬去，我是那高了有嘞，我老不可能俺们也木哈高嘞，嘛。我开店的，在给那边我开店了过，然后去了木哈那车过去了也有嘞，去了考了然后去了对毛开白盖，不为了白盖，这树根开了，去了开白盖开有嘞，白盖嘞，那吃包搞过嘞，俺那户考过嘞对呀对的，开过。他去的毛掏骨灰嘞，掏骨灰这里嘞，掏骨灰买的嘞去搞个包皮的有嘞，现嘛对嘛了个，那些鸡过来这里，是个拿来去，是拿了个蟹的个买家里下来个，那些鸡嘞，这个你对嘛了个木好嘞，木好，可能嘛改了嘞，炒嘛个个嘞。嘛来了来吃了木哈，那吃菜呢来吃的吃。就的就了个，日一那位嘞，日一那位那吃叫你来叫你，日一那位那吃嘞，吃了开了高个嘞高个菜嘞，高个。我日个个的就叫谁嘞？日个嘛个谁嘞去？去了日一拿回来，开过去了，后来然后过来去了呀，到木过来嘛嘞，就米个好找了一处，爬草边个带了开了，大家里去要人那大家，去了个大家有嘞去日一拿回，大家开过。去了那了哈，炒也把也割了嘞，也开了好包头嘞，就叫说好苦个摘了开过，叫那了也都了，这里只一那个叫家头里面嘞，这个呀，去了我们高爬不呀？高爬，叫头个好个嘞，家头嘞，头个好个嘞，家头嘞。对包肯定来开个头嘞。对包呗，那车桥对包呗，先来开桥开得个头皮嘞。搞嘛对的，来对的嘞，我看到嘞，先拉开，到不过对包包这嘞呢，我看到对也有嘞。日一那个哪里？日一那个炒日比的可比的嘞，哪位呢？日嘛比高嘞，嘛比高的，包比过去买对家，我看到嘞个挺好哪位嘞。日一那个吃的呀个对也为这炒炸多为这嘞，他多为这，对包为些拉开个多为这咩？炒炸糕嘞，你那家这个做嘞。做为有些，大颗炸个嘞。